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，我係 Sandy。政府去年3月批出5個的士車隊牌照，而營辦商於同年7月底前陸續投入服務，願意改善轎車服務質素。為政策推行大半年後，成效有限，車隊規模遠遜預期。根據星島頭條報道，多間的士車隊為咗救亡，近期正在同網約車平台洽談合作，挽救的士生意。預料雙方合作交流係長遠政策方向。從用家角度，的士車隊嘅車輛質素同服務水平確實比普通的士有顯著嘅提升，但由於供應量不足，加上用家都需要分別下載5間的士車隊嘅應用程式先能夠 call 車，加上平台系統局限性等種種問題，導致 call 車非常困難。報道呢個新聞嘅星島頭條筆者聶峰指出，曾多次透過 Uber 平台 call 車，接單者多數都係的士車隊嘅的士，反映的士車隊自身平台使用不便，普及性亦遠遠不及現有幾大網約平台。的士車隊訂單不足，更難吸引司機加盟，形成惡性循環。政府亦都明顯意識到車隊運作嘅困難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喺2月21號表示，現時5支的士車隊由始至今接單量已經達到220萬宗。當局同每間的士車隊緊密溝通同提供協助，期望增加規模，包括招募司機，預計至本月底會有近1500架車。局長表示，當局會喺目前13個地點嘅80個位置，再增加幾個地點給予的士車隊上落客，包括西九文化區、會展及機場2號客運大樓等。另外，馬鞍山及青衣有2個短期租約嘅地方，預留予的士車隊充電或者停泊。政府亦會協助車隊申請100%電動車貸款，加快流程。對於按照發牌條件要求，車隊要喺發牌後4個月，即去年11月底達到3500架。局長指出，當局正積極協助不同的士車隊投入服務，亦睇到車輛數目穩步上升。政府去年已經簡化的士司機嘅筆試安排，近幾個月嚟考的士嘅人數非常理想。由以往每個月平均1400人增至1800人，相信能夠鼓勵的士車隊多做招聘同宣傳，而的士車隊亦應該喺車租、薪金及獎勵等方面多下功夫，吸引更多人加入。至於建立車隊統一 call 車平台，八達通去年曾經表示將會喺手機應用程式上推出 call 車2平台，乘客無需分別下載各個的士車隊嘅程式，但係至今仍然未有進展。有知情人士指出，有關平台已經籌備得七七八八，時機成熟就會公布。另一邊廂，立法會去年通過網約車條例草案，最快今年第4季正式營運。據了解，部分的士車隊最近幾個月有同高德、滴滴等平台商討合作，透過呢啲本身已有龐大用戶量嘅平台，強化並推廣的士車隊服務。星群的士車隊負責人有的士大王之稱嘅鄭克和同傳媒確認，話有同網約車平台洽談合作，初步計劃會喺有關平台上掛單。乘客如果希望使用優質嘅的士服務，可要求召喚的士車隊，呢個可以一併解決現時車隊的士 call 車不便嘅問題。有熟悉相關政策人士指，由於有網約車平台合法化嘅變數，未來市場生態無論係增司機定係增生意，競爭均遠比原先預期激烈。最初嘅的士車隊牌照規定已肯定無法執行，政府當局目前傾向係面對現實，對的士車隊規模從寬處理，只要見到服務水平有持續改善，會繼續寬限，甚至唔再限制時間。各大的士車隊競標時已投入大量資源換車、聘請司機等，如今運作面臨困難，長遠同網約平台合流亦都係大勢所趨，不能坐以待斃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鑌認為，的士車隊政策執行與當初設想有一定出入，已無法再用原先嘅思維考慮，因時制宜係合理做法。
佢指，如果八達通嘅聚合平台能夠成事嘅話，往後 call 車會較方便，對的士車隊生意有一定刺激作用。當生意增加，自然可吸引更多司機入行。事實上，政府最初推出的士車隊政策，當時仍未決定是否將網約私家車平台合法化，希望透過的士業改革作為緩兵之計，觀察成效，再謀定後續。不過，經過多番爭拗，政府舊年加快推動網約車平台合法化，變相令的士車隊喺公共運輸嘅角色越顯尷尬。加上網約車平台喺年底營運，的士車隊嘅定位需要重新檢討。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？歡迎留言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，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。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，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，我哋下集見。